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我哋星官家頻道，我係阿榮。如果講話新區邊個樓盤跌得最慘呢？應該就係呢個中海嘅新城1號啊。點解咁講呢？唔係話佢地段差，唔係話佢小區品質差，係因為呢當時佢拍地貴嚇。當時最高峰嘅時候攞咗塊地啊，當時拍地呢就拍出咗5600幾蚊。一舉咧成為咗我哋新區嘅一個地王嘅一個樓盤啊！當時佢拍完咗地之後咧，格利保利即時去升價啊，賣到差唔多接近1萬蚊一方啊！呢邊咧開盤係幾錢咧？9000幾起步，係啲差啲樓層嘅。靚啲啲樓層，靚啲啲戶型，採光好啲啲嘅，兼頭牌嘅，最高峰咧賣到12000、13000蚊。但係依家呢邊嘅二手樓咧就真係跌得慘啦嚇！你話配套咧好唔好咧？嗱，保利2、3、4期大家都知道啦。新區目前咧最多配套嘅一個小區啊，樓下嘅商業街基本上吃喝玩樂咧，超市啊、商場啊、理髮店啊呢啲咧，日常嘅餐飲店咧全部有晒啦嚇。樓下仲有公交巴士可以無縫接駁翻高鐵站、鼎湖區啊，甚至端州區嚇。旁邊咧仲有間3甲醫院啊，中山大學第3附屬人民醫院。呢啲咁嘅配套，呢邊嘅二手樓呢，依家仲要斬半價去賣嚇。作為我哋消費者買家嚟講呢，買呢啲二手樓呢，就肯定係 OK 噶啦嚇，因為呢半價呢，就可以享受到當時12000、13000同樣嘅一個配置嚇，我覺得係非常之 OK， 而且比佢係成熟啲啲嘅嚇。今期介紹咗個單位呢，110方建築面積精裝3房目前業主嘅賣價呢，僅需668000，為咗落嚟6000蚊單價每平方，帶埋精裝修嚇。依家呢，跟住用鏡頭一齊上去現場睇翻呢套腰斬嘅房源到底係點樣嘅。歡迎翻到你屋企，呢個質感嘅門真係比較舒服嚇。之所以之前中海賣得咁貴呢，係因為佢第一個咧地段係唔錯嘅，第二個咧佢交樓品質嚟講咧係比較 OK 啲嘅，相對於周邊嘅樓盤嚟計，包括呢對門超級硬淨嚇，而且係好重手嘅，質感好正。呢個鎖咧有密碼有指紋啲卡解鎖，當然啦，建議大家咧係後期咧自己更換翻一帶人面識別嘅，可以遠程解鎖嘅，咁就 OK 啦。1方3房目前賣價咧668000就可以成交啦嚇，性價比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反正業主咧蝕就肯定蝕，差唔多接近一半咁多噶啦嚇。依家上車咧5折嘅價錢咧再上車，性價比係極高嘅嚇。旁邊咧3甲醫院保駕護航，前面咧商務中心同埋保利嘅1、2、3、4期嘅底商，基本上可以滿足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所需。同時咧，我哋睇翻個交樓標準，除咗呢對門之外咧，有個好靚仔嘅鞋櫃整個鞋櫃嘅收納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足嘅，甚至連貼心嘅換鞋凳咧都做咗隱藏式嘅。呢邊咧仲有掛物區，仲有呢個掛我哋嘅雨傘或者我哋嘅臨時嘅毛巾各方面咧都係 OK 嘅嚇。呢邊咧仲有個鏡可以照鏡咧再出門。呢隻戶型咧佢同我哋其他開發商啲戶型咧係唔同嘅。佢入到嚟，首先咧呢邊係房間，對面係我哋嘅一個廚房。呢度咧係我哋嘅飯廳。飯廳呢個空間咧會窄啲啲嘅做唔到圓台，只可以做長形嘅餐台做一個長形餐台之後咧，4到5人位咧係完全冇壓力嘅。佢餐廳咧佢預留嘅空間咧係會由闊啲啲嘅喎佢闊啲啲係點解咁樣預留呢？第一個呢，我哋後期呢沙發一入咗牆之後呢，我哋就放喺呢一邊3到4人位嘅沙發，佢就唔會話突咗出去。沙發以外呢個空間呢，就係我哋嘅活動空間，可以放個茶几又得留翻過渡空間。對面嘅電視背景牆呢邊呢，就走咗一圈嘅回形吊頂呢隻單位呢，佢係會望得比較開揚嘅頭排。望到我哋嘅商務中心啦，對面嘅一個保利嘅1期空間嚟講咧，視覺感嚟講咧係相對於2排、3排嚟講咧係會舒服好多嘅。同時呢個陽台咧係做咗個封窗處理，雙層中空嘅隔音玻璃。呢邊咧有做埋我哋嘅陽台櫃嘅，當時嘅一個設計有個洗手盆嘅位置。
咁啊，其實呢種咧就雖然佢嘅造價成本唔高嚇，但係起碼佢交樓標準咧係有呢個產品係放喺度嘅啊。咁我哋再睇翻嗱呢邊呢間咧主人套房，嗰邊嗰間咧就係我哋嘅客人房，將主次咧嘅一個房間咧完全係分開咗嚇，互不干擾。咁呢邊咧係我哋嘅廚房，廚房咧係採用咗雙一字型嘅設計。咁呢套單位咧，佢嘅廚房嘅採光咧稍為會差減些少嚇，唔知係咪今日呢個天氣嘅問題？雙一字型嘅佈局，吊櫃、櫥櫃啊，之後咧方太嘅抽油煙機、爐灶、消毒碗櫃咧都係有嘅。咁我哋再過到嚟咧睇翻呢個生活陽台。咁呢個生活陽台咧晾曬唔到衣物，只可以放到洗衣機嚇。甚至咧，你如果覺得廚房唔夠大，推佢翻出嚟咧，係會更加靚仔啲啲嚇。因為呢個採光個位置就得咁堆堆啊。咁啊，當然啦，呢個性價比咁高又唔怕賣嘅。咁啊，再睇翻啲房間，反而啲房間佢嘅採光咧係非常之靚。咁啊，中海嘅複合木地板咧，應該係目前新區所有樓盤交樓標準精裝嚟計咧係最靚仔嘅嚇，非常之高檔而且舒服。多咗飄窗嘅設計。嗱，呢邊個床，呢邊梳妝台，咁呢邊有個乜位咧，係預留咗呢間房嘅衣櫃嘅位置嚇，空間咧規劃得係好合理嘅。公共衛生間3分離嘅設計，洗手盤同埋全面嘅鏡櫃，馬桶區域同埋我哋嘅淋浴區域啊。呢個冇浴霸，但係佢嘅抽風機咧個設計咧係非常之現代化而且美觀嘅。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第二間房，同樣一樣。多咗飄窗嘅設計，望翻小區內園嗱，我哋整個空間咧係非常之舒服嘅，1.8床個1.5半床啊，呢邊咧擺翻個衣櫃都係冇壓力。再睇翻主人房啦，啱先講過嘅主次咧係好分明嘅，主人房會喺電視背景牆嘅背面，呢度咧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咁主人房個空間咧，除咗南向之外咧，仲係非常之舒服，而且主人房咧係走咗一圈嘅一個天花嘅。係非常之 OK 嗱，空間嚟講咧，1.8床大衣櫃，對面呢度咧仲可以預留翻梳妝台嘅位置俾大家。咁呢套單位咧係目前中海嚟講咧性價比咧都係比較高嘅一套單位嚟嘅。咁啊，你如果想話近住成熟配套區，人流量咧又要求有咁上下，又唔想住啲30幾層高，想住啲10零層嘅小高層啊，甚至話落到樓咧就可以吃喝玩樂啊，甚至搭到公交車出行啊，旁邊咧又近住我哋嘅一個3甲醫院嘅啊，作為醫療退休咧保駕護航嘅，咁呢個單位咧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半價咧就可以上車啦。有興趣嘅客戶，波士頓星管家嚟到現場咧實地考察下，持續關注翻我哋星管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